讲到最近这万冬稻特别挂稻啊咯，不过伫个苗栗公馆所出现稻虱，算是上无有5成以上。苗栗着6公顷的农地受到这害虫的吞打，讲是这40年来上界严重的。不过这虫害是无符合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，农民是真无奈。农民西基区赶紧抢收二期稻作。也毋过，煞无收成欢喜，这个当收偌济算偌济。原来辛苦种的稻仔受到核废水虫害，损失真惨重，会当讲血汗钱拢去了了。嘿，没碰过，50多年没碰过啊！我就是省钱，比药比较慢撒，就来不及了。核废水虫害俗称死梢，受到死梢的水产看起来就像大稻草，严重拍倒无开卖。那应该是巴比的稻仔，一地已经剩拍壳，甲健康的水稻仔形成强烈对比。苗栗公馆乡农会表示，核废水多数出现伫南部甲部分中部地区，也不过今年已经往北扩及到苗栗，受害面积已经达到6公顷。这边干扰了以后，它一定会飞过去，所以但是因为虫其实就是你对症，其实赶快喷药其实是还来得及的，不喷药就是很快。只要伫产地存储一柄大量的核废水四过杯，只要2-3天就会大面积扩散，烦恼灾害继续扩大。农委会东方署表示，核废水发生伫2期稻作的泥石期甲红石期，依属湿主基部的营养做食物。那今年受到气候影响，灾害比往年较严重。那次的一个台风来讲呢，它最主要就是它带来的会有那种粉凤现象，还有海盐。所以它会变成是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所以说就造成很适合这个到核废湿的一个发生。当初表示，建议农民必要时先抢收，对于成熟期较晚的产区，也要赶紧用药。但因为虫害无符合天然灾害救助标准，会纳入水稻保险理赔范围，降低农民的损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